婚姻园长一位工艺师张婉玉，伫好美科技大学的协助下，伫主务社区成立着环袂下的回收站，要甲这种农业的废料创造新价值。 大家平常时伫咧买番麦时，拢会将番麦挂烟的叶仔单掉。不过，就伫咧馆长主播的番麦盒回收站，将农业废弃物拢会当回收、搁再利用，创造更加侪产值。馆长想到一位工艺师张婉玉，伫咧106年开始使用番麦盒制作真侪种的艺术品。 就是让老人来有时间在这边谈天说地。做完以后，其实这个是一个产值，所以我们把它整理好了以后，我们就是会贩售。盈余的话，我们都是把它放在就是一个基金里面。 过去拢是为菜市仔或者是农友遐收集材料，今年因特别拜托社区志工种番麦，安尼到特殊红色色水的番麦盒会当创作。工艺师希望透过回收站的成立，互更侪人了解减少的观念，嘛互农业废弃物有新的价值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